食完個頒獎禮有咩感受？好開心啦！香港咁多傑出嘅少年，咁啊大家好。咁咧我就想講俾大家知咧，就係無論齊恩佢講咗啲乜嘢，做咗啲乜嘢，佢永遠都係我心愛嘅女兒。我係永遠都咁支持佢。咁啊，雖然咧佢發表嘅意見咧嘅內容咧，我係有啲係有所保留，但係咧我係絕對支持，亦都尊重阿齊恩佢發表意見嘅自由同埋權利。我喺呢度咧就好衷心咁呼籲，懇請咁多位傳媒嘅朋友、網上嘅朋友、社會各界人士，請你哋俾啲空間齊恩，佢而家實在係需要一個寧靜嘅環境。我想講嘅就係呢件事呢係純粹係一件我哋自己嘅家事，係同社會大眾無關。我真係好希望呢一件事能夠到今日為止。我希望各位唔好再騷擾齊恩，唔好再作呢件事有其他任何嘅報導或者批評。就住呢一點呢，我想講，再講一次，呢件事係我哋自己嘅家事。喺呢一方面呢，我想講嘅就係，我對蔡子強先生琴日喺《明報》發表佢文章嘅內容呢，我係予以強烈嘅譴責，我感覺極之憤慨同埋遺憾。蔡先生喺佢自己喺傳媒得到一啲片面嘅信息，妄自肆意用一啲涼薄刻毒嘅説話作出惡意嘅批評。恕我直言，蔡先生呢啲行為唔單止顯露出佢嘅淺薄無知，而且冷血涼薄。當我知道蔡先生佢原來係一位大學講師嘅時候，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。我實在為莘莘學子有一位咁樣嘅所謂老師覺得擔憂。我今日講呢番説話，事先係冇同梁特首作出任何嘅諮詢，亦都冇同特首辦任何嘅人士講過。呢個純粹係我自己嘅感受。熟悉我嘅朋友都知道，我從來都從心而發，直話直說。我唔會故意為梁特首講好話，我只講真話。我今日講呢番説話，唔係公關伎倆，亦都唔係語言藝術。我再講一次，當日發布一張我哋家人喺公園嘅照片，純粹係應傳媒嘅要求。發布嘅目的只係一個，只係從作為父親、母親嘅角度出發，唯一嘅目的係保護我哋嘅女
我哋係想保護齊恩，我哋係想話俾關心齊恩嘅大眾朋友知道，齊恩嘅身體健康狀況良好，請大家唔好不擔心，呢個只係唯一嘅目的。至於蔡先生喺個文章之中提到苦毒不食兒呢啲咁嘅批評，我想問蔡先生一句説話：假如齊恩係你的子女，你還會寫呢篇文章嗎？多謝大家。梁太，你哋有冇接觸過啊？齊恩有冇同你講啲乜嘢啊？